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鄧建平醫生。咁今日咧有一位70幾歲嘅阿伯咧，佢就過嚟諮詢我哋啦。佢話自己隻腳咧靜脈曲張已經30幾年啦，咁呢幾年咧就越嚟越嚴重。佢咧就去咗當地醫院睇醫生啦，咁醫生話佢嘅情況太複雜啦，太嚴重啦，而且咧佢又有冠心病啦，又有支氣管擴張啦，要做手術嘅話就要做全麻，所以話就覺得風險太高，就唔建議佢做啦。咁其實嗰個阿伯咧聽咗之後，其實都好擔心嘅，因為佢驚再拖落去咧，隻腳會越嚟越嚴重，出現咗潰瘍甚至乎爛腳嘅情況。咁於是乎佢就嚟問我哋有冇更加好嘅辦法可以解決佢嘅問題。咁其實呢種情況喺我哋呢度都好多見，好常見嘅。唔係病人唔想醫啦，有時係當地一啲技術限制咗佢哋嘅選擇。所以其實依家啲醫學發展越嚟越快咧，比如話一啲新嘅微創技術啊，好似個 TUA，咁就需要一啲局部嘅麻醉，咁個創傷比較細啦，而且恢復比較快，對好多老人家同埋一啲有基礎病嘅嗰啲病人嚟講，其實都係更加安全嘅。咁一般嚟講，如果係身體條件比較允許嘅話，其實都係有機會接受一啲治療嘅，從而去改善佢哋嘅一啲生活質量。所以其實有時我都喺度諗咧，醫學嘅進步唔單止係個技術變咗咯，可能有時候會令到以前嘅一啲冇可能，依家變成有可能。